你知道嗎？中國第一代富人正面臨着一個共同的困境，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許多富裕家庭想將資產移出國門，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和第二家族基地，但殊不知這只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中國富人出海的故事，以及如何突破制度的限制，將財富傳遞給下一代。在外匯管制日益嚴格和 Banks 審查層層的情況下，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但是，很多人在出海的路上都遇到了制度的隱形邊界，包括外匯管理制度、銀行審查和反洗錢等等。這些制度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外逃和維護匯率穩定，但實際操作中卻成了許多企業家的心理高牆。但是，中國的企業家們並不甘心這樣被制度的限制所困擾，他們開始尋求新的出路，例如將資產投資到海外的房地產、科技和金融項目中，甚至建立自己的家族信託和家辦治理制度。這些新思路和新模式可以幫助他們突破制度的限制，將財富傳遞給下一代。最後，我想告訴大家，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人出海的故事，請關注我們的頻道。我們將為你帶來更多關於這個話題的深度分析和研究。同時，如果你有任何相關的問題和需求，歡迎在下面的評論區留言，我們將盡快回復你。感謝你的收看，並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。別忘了點擊訂閱和小鈴鐺，讓我們一起探討財富和商業的奧秘。